哎，三位老师，你好，要不要点一首歌助一下兴？没有，你唱不如我們唱。好啊，好，可以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今日老友聚頭啊，啊就倒不如就唱翻隻朋友。唱咩朋友啦？啊，我哋好，你搞咗啦，幫我搞咗啊！知我年紀大唔記得歌詞啊？好。人生如夢，朋友如霧，難得知心幾經風暴，為着我不退半步，這正是你。情同兩手，一起開心，一起悲傷，彼此分擔，總不分我或你。你為了我，我為了你，共赴患難絕望裏，緊握你手。我覺得吃飯是感覺很重要，你跟你最親切的朋友去吃飯，你就覺得很舒服，那種氛圍特別好。前路哪怕是掀起萬丈浪，挺起胸往前勇闖。敢愛敢恨，死捱死慳膽粗氣壯，從未怨過命，一生都打拼，勝利雙手創。多謝。啊，好厲害！其實咧，呢隻歌啊，呢一個咩？你唔覺得好唱出我哋其實我哋真係捱好多年嘅心聲嘅咩？係啊，好感觸啊！捱出嚟真係好唔容易。係。但係都好啊，我哋總算捱到有結果啊！係係啦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傷心嘅眼淚嚟，一個開心嘅眼淚，開心眼淚。即係我哋能夠做自己相信嘅嘢。係。我哋能夠做到好多謝觀眾一喜歡啦、認同啦，我覺得好感恩嘅。好感性。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理想。對我來說啊，沒有事情發生，這是最好的事情。他們把我帶到回去，就很多感覺突然間回來了，就把從前那個日子不是很有錢，但是努力工作 ，OK， 有個目標，你會知道，你過節，你回家，看見所有人都在，就是那種感覺，就是好像回到從前，就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，所以就很有感觸。經過很長的時間，在這個圈也經過很多事情，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沒有變，我們大家的本性沒有變，初心也沒有變，這個很難得的，我覺得。大家都是在最低谷的時候認識，所以一說到那個時候，其實大家肯定會感同身受的。但是現在我們回看人生，我覺得就是甜酸苦辣都會有。我們要好好面對，活在當下就 OK 了。